白小姐，你觉得我的提议怎么样？你怎么回事啊？你知不知道我到这找你啊？我打你电话、发你信息，你都不回。对不起，手机没电了。没事。我怎么感觉你最近怪怪的呀？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事啊，病了？我很好啊。还是发生了什么事儿？都没有啊。真的没有？真的没有。没事就好。哎，这样啊，今天晚上呢，可能我要加班晚一点，我先陪你吃个晚饭，吃完晚饭以后你拐我回家，晚上一个人在家行吗？行，真的行吗？真的行。哎，别忘了啊，把手机给我充满电，让我能找到你。知道了。行了，吃饭去，真是让你操心啊！啊，艾小姐，来，谢谢。来，随便点啊，别客气。来，哎，拿下来啊！好，来喝点啊，非常好的酒。来，干一杯，这可是好酒啊！来。